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13啊。今日介紹咕咕嘅一個咕咕字體嘅一個鑑定點啊。OK， 係啦，入門必學嘅一個款式就係咕咕啦。咁首先啦，佢個英文 logo 上面咧，其實係 GUCI 啦，呢4個英文字母啦，都各有特色嘅。OK， 係啦，首先咧 GUC 咧，佢哋都係外圈為正圓。G 字嘅尾筆咧就有個羅馬柱直身嘅 ，OK， 係啦，然後咧 U 字咧上方咧會有兩邊嘅一個，即係好似啲羅馬柱咁樣咧，有少少屈出嚟，飛少少角嘅，係啦，一定要有呢個角仔，冇嘅話咧直上直落嗰啲咧，係啦，可以拜拜噶啦。咁然後咧個 I 字咧上下端咧都有個托盤嘅狀態，係啦，有個托咗咁樣嘅，即係 exactly 成支羅馬柱咁嘅狀態噶啦。OK， 一定要有呢一個 detail， 冇嘅話咧就再考慮下啦。咁今日就講住呢5隻英文字母先，如果其他位置嘅話咧再介紹俾大家。我係13，拜拜。